我换个衣服陪你睡觉。昨天没睡好，我要补个好觉。看什么？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。不是说要补觉吗？这次休息多久？你明天去上班，我就走了呀。上次不是说休假2个多月吗？电影超期了呀，然后又突然冒出几个推不掉的工作。